来看台北捷运打算要甲民生实质线的主变电站起伫咧内湖的上湾公园，不过附近的居民惊会有辐射破坏公园环境、噪音等等的问题。捷运局表示，这变电站会起伫涂骹底，嘛会做好配套，减少冲击。天顶咧落雨，暗过也是有人去台北市内湖上湾公园行行，因为公园环境真安静，邀少啊伫附近找物件食。暗过风声台北捷运局规划伫遮去捷运民生实质线的主变电站，部分居民烦恼主变电站离面体伤过近，可能影响环境品质。担心有辐射的问题？会，因为其实电波总是传导的嘛，你升高或架设，多少都会有一点影响。一些安全考量，你应该是都有一个让人家幸福的一个政策出来，这样子大家就比较会接受。捷运局表示，主变电站选地址的考虑主要是评估用地面积，以公有地为主，台电沿强电引接点等条件，所以规划设伫台北网球中心这边，是要用地下方式来设置。建筑部主体大部分是以台北网球中心的体育用地下边为主，只有少量建筑部会用上湾公园的下边。不过附近里长希望市府加甲地方沟通。辐射啦、环境污染啦、环境的破坏啦，台北市政府要做一迄个重大既定政策时哦，我会建议讲哦，要尊重地方。除了施工方式尽量地下化以外，而且也会考虑到辐射等等一些问题。然后施工的过程当中，也会跟里长跟民众来多做沟通。捷运局表示，会继续甲地方讨论协调，居民烦恼的辐射问题一定会特别注意做好配套，也尽量维持环境生态。未来若正是施工的时阵，也注意噪音这个问题，减少对地方的冲击。记者综合报道。